你修得仙君之位，距今已有万年，只要下凡历劫3世，必能飞升子府，位列天地。天地之位非我所求，下凡历劫更是多余。仙君话别说太满，天机早已注定，只待缘现时。 神君，你长得真好看。放肆！白泽神君果然修为高深啊，只是衣袍拂过，便将这鸢尾花点化成仙，真是可喜可贺。神君不仅长得好看，连名字都好好听啊。我叫清欢。神君，你等等我啊！ 说天机，天机便到，有趣，有趣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叫你神君啊？那我叫你白泽哥哥吧。白泽哥哥，你为何一直跟着我？神君点化清欢成仙，清欢自然也就认定了神君。愿侍奉座下，永世不离。 我并非有意点化你，也不需要你的侍奉，今后不许出现在我面前。啊，白泽哥哥，清欢不会放弃的。白泽哥哥，这小花仙追你都快有1年了，还挺倔。 神君在人中走丢，情深在山外等候，往事留在眸子，蓦然回首。千帆在雨海漂流，分别留在梦中渡口。微雨流絮与我岁岁白头。白泽哥哥，长风作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走春秋啊，我给你送桃子吃啊。我独行季节，拂叶寻舟。 雨晴空啊，更新愁啊！你既蒙我点化，还不珍惜这份机缘，好好修炼。我已经修炼了，今天晚上就是我渡雷劫之时。等到白泽哥哥把这个桃子吃掉之后，就可以见到我了。醉在山河走吧，百态冷暖人潮。 白泽哥哥，如果清欢历劫成功的话，你会不会夸奖我啊？这雷劫也不过如此嘛。
说，白泽哥哥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成日纠缠我，又怎么熬得过这场天劫？罢了，全当是我欠你的。我化作青烟，幸福过脸，回却离歌，是否诀别？化作冰雪冻结一切。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我还跑站？奇怪，这么重的雷劫，怎么可能？白泽哥哥，是白泽哥哥救了我，白泽哥哥，白泽哥哥，白泽哥哥。别找了，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按理说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但看在你一片真心的份上，我便告诉你，他下凡渡劫去了。渡劫？神君命中有劫数吗？他命中有3世情劫：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。司命大人，白泽哥哥点化清欢成仙，又在雷劫之后助清欢复生，我很喜欢他，求司命大人让我下凡助他渡劫。助他渡劫不难，但你身为鸢尾花，花瓣只有3片，一世一落，你陪他3世，便会零落成泥，灰飞烟灭。我不怕。你既心意已决，我便成全你。3生缘起，自有天意。没事吧？
没事。师傅，林月、白泽，你们没事吧？师傅，魔教教徒以悉数剿灭。爹，这一战大师兄立了大功，你可得好好奖赏他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回去再说。这是招魂灵协印，快运内力抵御，别被控制心神。停下！大师兄，鬼郎君娶亲都敢来，是哪来的愣头小子？活腻了吗？青云派，白泽。我是南宫世家的大少爷南宫俊，就是你们掌门见了我，也要让我3分。早听说南宫世家出了个不孝子孙，没想到你竟还是鬼郎君傀儡。你害死了多少无辜少女？哼！我买了他，是生是死便由我，你们管不着。快走！姑娘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鬼郎君来了，上下救我！我青云派教宗，便是惩恶扬善、匡扶正义。姑娘放心，我不会不管你。大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
抱歉。多谢白少侠救命之恩，清欢无以为报，只能一生相许。你想得美！啊，你无需对我以身相许，行侠仗义乃是青云派应该做的事情。姑娘，你家在何处？我送你回家吧。清欢如今无家可归，若是白少侠丢下我，恐怕我日后也难逃那鬼郎君的魔爪。你这人要不要脸啊！别缠着我师兄。月儿，不得无礼。白泽哥哥，我……白泽哥哥，师兄，我不喜欢她。再说这女人来历不明的，你这样带她回去，我爹也是不会准许的。师父宅心仁厚，从小便收留身为孤儿的我，岂会容不下一个弱女子？我先带她回去吧，出了事情，我来负责。白泽哥哥，这里就是青云派吗？对，以后你便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不知道白泽哥哥喜不喜欢花瓣玉？不想做你的妹妹。师兄若真感念我爹的养育之恩，便应该娶了我，爱我、疼我、照顾我一生。我与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对你只有兄妹之谊，绝无男女之情。那清欢呢？这跟清欢有什么关系？青云山是我的地盘，他若是再缠着我，一定把他赶下山。糟了！我沐浴了，顺便请个步。吃力搞什么？谁？贱人！怎么是你？我想着给你用花瓣玉，然后就听到灵月姑娘要把我赶下山，所以我就……放心吧，师妹虽然骄纵了一些，但心地还算纯良，她不会的。大师兄已经被这不要脸的女人迷惑了，我此刻进去，他一定不会向着我。师兄，我想和你一起。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与你说过多少次，天牢是禁地，不能随便出入。快回去！不要，那个魔教头子嘴硬得很，我们俩一起审问，说不定能问出幽冥书的下落。
怎么是你？好啊你！私闯我青云派禁地，这下可算被我抓了个正着。先弄清楚再说。禁地，我不知道这里是禁地。白泽哥哥，我只是想要跟着你。怪我没事先跟你说清楚。你先回去吧，这里危险。不行，无故私闯禁地，门内弟子尚且要赶下山去，他一个外人更应该严惩。师兄，你若今日徇私放过他，我便告诉爹爹。不知者无罪，他是我带回来的，出了事情我来负责。不好了，大师兄，不好了！南宫世家的人上门找你，怒气冲冲地说要找你算账。师傅，青云派白泽，你小子如此嚣张，是欺我南宫世家无人吗？贺长老，南宫郡为了向鬼郎君献祭新娘，不惜残害无辜少女。我身为青云派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管？你莫不是还想包庇他？放肆！无凭无据，全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我家俊儿不可能和鬼郎君沆瀣一气。他为了献祭鬼新娘，不惜摇动招魂灵控制村民。但凡摇动招魂灵者，邪气入肺，肺腑间不正之气横走。若要验证此事，将他带来，一验便知。南宫兄，看来此事的确是你青云派弟子对我南宫家独子下此狠手，害得我儿瘫痪在床，此事如何解决？竟有此事！师父，弟子行事但求无愧于心，此事弟子不悔，但连累青云派是弟子考虑不周，求师父责罚。青云派大弟子白泽，目无尊长，滥用私刑，现惩戒3鞭，半月之内捉拿鬼郎君，将功赎罪。是。南宫兄啊，你看可好？走。你再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很痛吧？师父需要给贺前辈一个交代，只是看着眼中罢了。这伤口不过是皮外伤，不碍事。怎么还哭了？白泽哥哥，对不起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根本就不用受这些苦。行侠仗义，本就是我青云山弟子该做的事情，是你把我想得太好了。不，你是这世上对清欢最好的人。白掌门让你去对付鬼郎君，带上我吧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行，你不会无过，太危险了。
你安心在青云山等我回来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抓住鬼郎君的。花轿，怎么还有人给鬼郎君送新娘？姑娘，白泽哥哥，深深在人中走丢。情深在山外等候，往事留在眸子，蓦然回首。千帆在云海漂流，分别留在某处渡口。微雨流絮与我岁岁白头。长风走啊，走春秋啊，我独行其间，赴夜寻舟。雨星空啊，口星愁啊，我正在喧嚣寂寥入梦。误入人间又把百般滋味入喉，忘记人间事多难左右。醉在山河走罢百态冷暖染酒，才把现实无巧一朝都看透。春秋却一夜大雪满头，才把现实无巧一朝都看透。本欲上春秋却一夜大雪满头，方见岁月走不能从头。走战风月是热亦是烟火两头，才醉万丈红尘如酒。本欲上春秋却一夜大雪满头，方知岁月走不能从头。走战风月是热亦是烟火两头，